由澳門樂賢國際慈善會與培正中學聯合主辦的智叻星音樂交流活動「智叻星愛心共融樂滿番」10月13日上午11時半在培正中學8樓禮堂舉行，學員代表及師生400多人參與，透過音樂搭建共融橋樑。澳門樂賢國際慈善會會長馮琪表示，本次活動是慈善會特殊教育音樂培育計劃的重要里程碑。音樂不僅係藝術形式，更是心靈的語言。感謝培正中學提供專業場地與教學資源，讓特殊學童與普通學生在同台演出中相互學習，真正體現共融教育理念。培正中學小學德育主任鍾慧玲指出，學校長期重視全人教育，未來將持續支持特殊教育發展，讓校園成為接納多元的沃土。秘書長張石超透露，智叻星學員經過系統訓練，不僅音樂能力提升，更在溝通技巧與社交自信方面取得顯著進步。有自閉症學員從無法完整說話到能獨立登台演唱，有智力障礙學員通過音樂找到情緒表達出口，這些轉變比任何獎項都珍貴。活動現場，培正學子與智叻星學員接力獻演，專業歌手與特殊學童的音色交織，引發全場掌聲雷動。